大家好，我哋係香港眼科醫院青光眼科。今日同大家講解一下一種青光眼嘅激光治療——選擇性激光小梁成形術 （SLT）。青光眼係一系列令視神經受到永久性破壞嘅眼疾統稱，情況嚴重嘅時候，視神經線逐漸壞死，最終會導致視力模糊、視野收窄，甚至失明。現時治療青光眼嘅方法主要透過降低眼壓去減慢視神經壞死嘅速度。當藥物唔能夠有效降低眼壓嘅時候，就可能要進行青光眼手術。眼壓嘅穩定性主要依賴於眼睛內房水嘅生成量同排出量嘅平衡，而青光眼正係因為呢個循環失衡而引致。房水由名叫睫狀體嘅組織產生，進入後房，越過瞳孔到達前房，然後流出眼球，再回流到血循環入面。當房水嘅生成增加或者排出受阻嘅時候，房水就會喺眼內蓄積，導致眼壓升高，加速視神經嘅損害。青光眼嘅治療方法主要包括藥物、激光同手術三大類。激光治療係利用單色微細光束集中於組織，轉化成為熱量或者動能，以達至治療效果。激光治療嘅優勝之處在於快捷、無需住院、併發症較少、可重複應用、冇眼球切口非入侵性、術後恢復時間短、安全性一般較手術高。而家介紹一下選擇性激光小梁成形術 SLT。SLT 使用低能量激光選擇性刺激小梁網中嘅色素細胞，改善房水流出，從而降低眼壓。SLT 唔會對周圍嘅組織造成熱損傷，因此可以重複進行。呢個係一種非入侵性嘅治療方法，患者幾乎可以喺激光後立即恢復活動。國內外已經有大量嘅數據指出 ，SLT 可替代藥物作為青光眼嘅一線治療，又可輔助眼藥水控制眼壓。但係 SLT 並非適用於所有青光眼病人。一般嚟講，虹膜炎唔受控嘅患者，或者因為房角閉合或者其他眼疾而令房角未能被清楚睇見嘅患者，都建議選擇其他治療方案。SLT 嘅治療過程相當簡單，並可以喺有激光治療標準嘅門診進行。護士會先為病人滴局部麻醉眼藥水，然後醫生會喺眼上面放置一個特殊嘅接觸鏡，將激光光束精準照射到小梁網進行激光。治療過程通常只持續幾分鐘，期間大部分病人唔會感覺到痛楚，個別病人可能會感到輕微不適。而家我哋會講解一下激光風險。一般嚟講 ，SLT 安全性頗高，發生嚴重併發症機會好低，但係仍然有一定程度嘅風險，包括虹膜炎、治療無效或者療效隨住時間而減弱、眼壓持續過高，需要重做激光或者係接受進一步治療、激光後眼壓短暫升高、視力暫時性模糊、眼睛泛紅、刺痛或者不適，一般喺激光後2至3日比較明顯。眼內出血、虹膜周邊前黏連、角膜水腫，因為眼球裏面嘅各種衰退，治療後視力惡化，最嚴重可引致失明。而家嚟到激光後嘅跟進。激光後幾星期之內，病人需要定期復診，直至眼睛情況穩定。長遠嚟講，病人可能仍然需要長期使用眼藥水或者口服藥物。如果情況未能夠受控，可能需要接受其他青光眼激光或手術，以防止病情惡化。如果出現嚴重病徵，如眼睛大量出血、劇烈痛楚、眼睛紅腫發炎等，就應該盡快求診或者到就近嘅急症室診治。
最後可能發生嘅風險或者併發症不能盡錄。難以預計嘅併發症亦偶有發生，個別病人嘅風險程度亦各有不同。如果你對短片嘅內容有任何問題，歡迎向你嘅眼科醫生查詢。